中東戰火再升級。以色列國防軍3月3日表示，以色列空軍出動約100架戰機，連夜轟炸咗德黑蘭心臟地帶，向伊朗領導層建築群投下咗250幾枚炸彈，目標鎖定總統府及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總部。以軍稱該處為伊朗安保最嚴密嘅政治中樞，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曾喺呢度辦公。同日，伊朗庫姆市嘅專家會議辦公大樓亦都遭遇襲擊。據悉，伊朗高級神職人員當時正聚集喺嗰度，準備選舉因哈梅內伊遇襲身亡而空缺嘅新最高領袖。此外，未經證實消息稱，剛上任冇耐嘅伊朗代理國防部長伊本禮薩可能已經遇害。以軍強調，呢輪打擊基於長期情報累積，摧毀該建築群，進一步削弱咗伊朗政權指揮同控制系統嘅運作連續性。呢次襲擊導致德黑蘭多個地區傳出巨大爆炸聲，地區緊張局勢急劇升溫。